马太福音第23章。后来，耶稣对群众甲伊的门徒讲：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坐摩西的位，过世律法，所以因所甲恁讲的，恁拢着去做，去遵守。不过，毋通学因的行为，因为因话讲袂做。因将人打无法的重担捆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毋肯振动。因所有的行为，拢是要做互人看，因为因将家己的经文地做较宽，衫具的手做较长。因爱伫宴会坐大位，伫会堂内坐官位，伫市场口互人请安，互人称呼列比。毋过，恁毋通互人称作列比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师，恁拢是兄弟姊妹。伫地上，恁毋通称呼人做老爸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爸，就是伫天顶迄位。恁嘛毋通互人称作教师，因为恁只有一位教师，就是基督。恁中间上大个，就做恁的妻用，自高的袂受降低，自谦的袂受高升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毋互人入去。恁家己毋入去，连要入去的人嘛毋互因入去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为着要互一个人改装入教，天边海角惊透透。迄个人入教了后，恁煞互伊变做比恁更白歹，青面做带路的，恁惨啊！恁讲，人若记圣殿咒纸无准算，毋过若记殿内的金器咒纸就着守。恁遮的动妄佮痴迷的人啊！倒一项较重要，是金器，还是互金器成做神圣的圣殿？恁阁讲，人若记祭坛咒纸无准算，若记祭坛顶的祭米咒纸就着守。恁遮的痴迷的人啊，是祭米，还是互祭米成做神圣的祭坛？倒一项较重要？所以，人记祭坛咒纸，就是记祭坛甲迄顶面所有的祭米咒纸；人记圣殿咒纸，就是记圣殿甲踮伫迄内面的上帝咒纸；人记天咒纸，就是记上帝的宝座甲坐伫迄顶面的上帝咒纸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连香料、薄荷、八角、小茴香都献10分之予上帝。律法所重视的正义、仁慈甲信实，恁颠倒忽略，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。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。恁遮的痴迷做带路的，一只细只蠓虫，恁都甲撸出来，骆驼颠倒规只甲吞落去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，内面却堆满贪欲甲放纵。恁遮的痴迷的法利赛人啊，就先甲杯的内面洗清气，外面自然就清气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擦白白的梦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堆满死人的骨头，甲逐项的污秽。恁嘛亲像安尼，外面互人看做义人，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起做先知的梦，征收义人的纪念碑，佮讲，阮若活伫阮祖先的时代，一定袂甲因做迄杀害先知。安尼，
恁是家己咧证实恁是杀害先知遐个人的子孙，恁祖先做的歹代，做恁去完成好啦。恁遮的独大的子孙，共几个人啊？恁减袂当逃闪地狱的刑罚，所以我要找先知智慧的人，甲经学教师去恁遐，因有诶话互恁杀害，也是定十字架；有诶话互恁伫恁的会堂边拍，互恁对即个城赶到迄个城，安尼，恁伫地上杀死义人的血债，拢归伫恁身上，就是对义人阿伯流的血，到伫圣所甲祭坛的中间，巴列家的囝撒加利亚流的血，拢归伫恁身上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血债拢会归伫即世代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来你遮的使者，原来做便爱要诛杀你的囝儿，亲像鸡母诛杀鸡仔囝，甲因压伫石膏下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话荒废，无人住。我甲恁讲，对今以后，恁绝对看袂到我。直到恁讲，奉主的名来迄位，应该得到称赞。